嘿，大家好，我过来啊，因为我去看到有一寡好耍的题目，佫是共款即本母语教育政策甲拼音规划，吼，李庆华先生的，但是就是因为讲吼，因为今仔日是2023年，3还是3？好，2023年诶3月20号，看当20号，不要紧啦。好，20号，拜三我就要来去。21号，拜三我就要来去迄个上课，上什物课咧？上一堂是堂免钱的，伫咧永春遐，就是以前我伫咧永春迄附近吼，教册，伫咧后山边遐教册，佫会当去遐，嘛真熟的一个所在，毋是进前过迄个景尾遐，遐较远，遐较吊弯，佫坐阮落来，佫行15分钟，才会到。有当阵咧骑车骑到跑来跑去啦，忝要死，伫遐但是因为真轻松啦，迄种初级的课，袂感觉足重，袂伤脑筋，所以讲吼，这就算讲是初级的。但是免钱，因为正常去景尾遐，迄是爱钱啊，迄几百块尔。即马若是你有兴趣学客语，也是学别人语的台语啦，吼，尽量去找看觅啊，因为遮济迄个时代人，因有迄个遮济想法，嘛较有用啊。讲工作啊，还是啥物，已经退休摕落来，就是有用去做一寡课，然后去教一寡少年啊。袂认得的少年啊，去传看觅啊，看会当留偌济母语落来，迄是上重要的，就是母语教育的上伊的精神啊，精神，基础精神啊，精神起来，吼，伊基础精神，咱才有法度互咱的文化，搁得继续伫咧后现代社会、后工业社会内面，搁精神转来，吼。爱会记咧吼，闽南语有诚济语词，伊实在是无法度用迄个无华语以外，用华语透入来遐个语，直接去翻译的语词以外来讲的时阵。迄实在是真家己的代志，譬如讲，这是咩啊讲？拄正电纸，你不要讲是毋是？但是广东话因是毋是拢会当安尼讲？咱就是欠一步，咱欠一步，嘛毋是每一个文化拢有法度安尼，直接一步就到位。所以讲吼，豆豆啊，对迄一开始的迄个母语教育，一个国家是啥物款的情形？咱对即本的头前详熟悉了后，再来刷落来看者，为爱尔兰看台湾，爱尔兰是啥物款的所在呢？爱尔兰就是一个减一个国家吼，迄爱尔兰岛县长，迄个岛屿县长，迄岛屿比台湾较大啦，大部分的岛屿拢比台湾较大，但是人口我无详细看，无去详细看哦，无去详细查，但是呢，因有一种语言叫做爱尔兰语。爱会记咧，欧盟每一个国家拢有一个因的主办参加会员国，拢有因的一个代表语言。爱尔兰是爱尔兰语，意思就是讲，你身躯边若是有爱尔兰即个国家内的朋友，你问伊，因去迄个欧盟内面做会员，做迄个代表的，迄爱尔兰语爱诚好无？我是毋知哦，你会当帮我问看觅啊？但是因这特殊的所在，就是爱尔兰语毋是因的主要对话语，
毋是生活中的话语，毋是大部分人生活中的话语，就咱像讲我即摆讲的即款物件。台湾岛原顶的台语、台湾话，毋是上主要的语言。爱尔兰语嘛毋是啊，但是因较早，因200-300年前就毋是啊。所以200-300年前就开始毋是啊，大都市都毋是啊。咱遮已经一直到这30-40年才开始毋是诶。无进前，就是拢一直清朝开始拢是到阮妈细汉诶时阵，大部分台湾诶迄个都市拢是用台语诶。所以讲吼，即摆要来看，卖啊较早因诶遮个前辈因要好好甲语言，甲迄个国家内面诶英语诶位置，甲迄爱尔兰语诶位置，选好势，互因教育内面会当教英语为因诶主要语言之外，阁有因爱尔兰语会当选落来接续，承担迄个传统文化诶责任。迄拢两边拢是爱同齐进行诶，同齐进行诶，会当安尼刷落来继续行落诶，才是中远诶一项步数，毋是步数，办法啦。才是行有久远诶，行有久远诶，有久长啦。哎呀！足久无讲啊，就是无法度遐紧的甲迄个字词捡转来吼，才有法度行久长吼。吼，两个咧斗啊，你骗我，我还你，才有法度同齐行较久长吼。因为华语也是比英语、比日语离别人语离台语较近诶，近足济。又共款有迄个同齐汉字，但是共一个时间嘛爱知影讲，何者汉语，就是日本做诶汉语是啥物时代？大正时代。大正时代诶台湾已经是日本诶统治之下诶一个所在啊，是面地啊。意思就是讲，日本咧做即个事诶时阵，即大塔何者汉语诶时阵，台湾是做伙做诶。可能有诚济学者因伫住伫台湾啊，你嘛知嘛？啥物鹿野忠雄啊，因拢住伫台湾嘛。迄共一个时代诶时阵，台湾是日本诶一部分，所以讲何者汉语嘛是有参考着台湾迄个时阵诶汉文哦，嘛可能有参考着哦一寡用法。所以讲伫语用学、语用历史内面。何者汉语是台湾比较台湾闽南语比较别个闽南语有上无共款诶所在，因为迄是台湾台语诶一部分，何者汉语是台语诶一部分，是共一个时间发展诶，爱知影即件代志，吼，再转来看爱尔兰语，因为爱尔兰语甲苏格兰语无共款，苏格兰语是啥物？苏格兰语。迄是甲英语同一个岛书馆顶生捌出来，毋是安尼招过来。所以讲爱尔兰语甲迄苏格兰语有啥物无共款？这是一项比较，无可能是因安怎咱就安怎。但是可能会当看迄苏格兰语甲爱尔兰语两种 Celtic 凯尔特语、咩啊？伫咧英语遮尔强诶时阵。遮尔强变世界话语诶时阵，阁有法度好好啊住伫咧迄个岛书馆顶诶一部分，也是到伫咧隔壁对岛书馆顶，就算讲大部分90%诶时间、95%诶时间，拢无咧用即个语言诶时阵，但是恁兜咧食饭，也是听着食饭，妈妈叫你食饭诶声音，迄嘛是因妈妈诶妈妈，还是因爸爸诶爸爸有感情诶。会开口，迄是上重要诶。母语就是咧讲感情啦吼，就是咧传感情啦。若无迄亲情是啥？好，
所以咱会当对啥物为爱尔兰看台湾啥物，因领甲因的感情留伫咧伊的家己的家乡内面。好，这第三种哦。好，我就来读看觅啊。即摆无遐认真，但是咧，拜哪行啦。好，这嘛是一种练习吼。大家对我同齐成长吼。啊，甲我同齐成长吼，那就像迄个华语甲台语共款，拢希望因两个，一个台湾闽南语，一个台湾华语，拢会当好好啊，伫个台湾观众，继续传落去吼。客语我管袂着，因为客语有真特殊的历史发展。自从我知影讲迄个畲族诶，畲族甲蛮族，个客族毋知，迄个物件我搁爱去找一寡考古的资料吼，历史的史前的资料，历史进前的迄个考古的资料，去好好啊，去甲迄个八月的代志弄个清楚。迄是伫咧一开始读完了后，才看一个，来伊来知看一甲鬼啊，踅到遮去，苗族，踅到苗族遮去。啊，熟知了一个网络观众吹过来，因为我咧做苗族用注音咧用，甲迄苗语啊，自我好势，因为感觉种足特殊诶，佮甲我问讲迄啥物物件，你看觅啊。拄啊好来讲这吼，但是苗族是啥物呢？苗族就是一个甲汉族做伙几啊千年，佮伫咧一个族，为虾米无汉化？因就是一个足好诶，足好诶咧吼，足好诶咧当参考。就是讲闽南诶福建闽南语，这我家己斗记迄个一个头前诶即段闽南语啊，因为是啥物福建闽南语啊？福建闽南语甲台湾闽南语诶无共款，佮有东南亚诶闽南语，三个所在是安怎互相交流？看这，搁有来看爱尔兰。好，我来读看觅吼。好，第一节，爱尔兰的政治及语言人口结构。好，根据Robin 1983年8月的讲法，虽然真侪爱尔兰学者认为爱尔兰的语言运动并无成功，因为并无达成原先设定的目标，互爱尔兰语真正做家庭语言。但是其实原先设定的目标并毋是真正的目标，真正的目标是要互爱尔兰得到自由，建立独立的国家。这是啥物时代？你来想看觅啊！1990年左右的时阵，爱尔兰甲英国各咧相战，差不多迄个时阵，我足细汉时阵，相战就是抗炸弹啊，啥物的啊，吼，嘿，无足久的哦，30-40年啊。所以讲哦，我就继续讲，就这点来讲，爱尔兰的语言运动相当成功，因为因有自由啊，自由独立的，会当后面内面用爱尔兰语来做代表啊吼。好，过来，毋过嘛袂当讲是完全成功，因为北爱尔兰现今也伫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。这真有好耍的一个所在，就是 Netflix 决定有北爱尔兰相关的因的 YA 片。足落衰，就是足笑的，足落衰，足笑的，足笑的吼。你会来做看觅啊吼？北爱尔兰，若是你想要看觅啊，因的人是安怎想英国的代志，你当选看觅。北爱尔兰，看觅啊，个影集啦。好，搁继续。若敢若着。北爱尔兰的语言运动来讲，嘛有伊成功的所在，值得咱借鉴。我毋知借鉴，有影？借鉴啦。好，
好，过来，毋管我家己有读对读毋对吼，你练习嘛吼。台湾独立运动者不离啊，爱讨论爱尔兰，特别是文化界。好，我嘛有咧写诗啊，我一骹踏入文化界啊吼，较欢喜好，你讲。一般拢讲爱尔兰虽然为英国殖民独立出去，嘛也讲英语，也用英语写作，嘿啊，咱有独立无？本来就独立啊，中华民国。好，谁讲台湾？吹啊！好，用安尼来为台湾人讲华语、写华文合理化，甚至讲去中国化不必要，也不可能。好，这是读过就好啊吼，这作者因家己诶立场吼。事实上，爱尔兰语言运动是促成爱尔兰独立真重要诶因素之一，而且爱尔兰语言运动一开始就提出去英国化之必要诶论述，我要讲论述，好，咱需要更加进一步了解爱尔兰语言运动，为爱尔兰看台湾，看咱会当对爱尔兰人学着啥物货呢？开始啊吼，开始讲啊，爱尔兰语 Gaelic，嘿 G 后壁 G 那就是家己学吼 ，Gaelic 属伫为爱尔兰属苏格兰的原盖尔语，现此是由3个主要方言代表：现代爱尔兰语、苏格兰盖尔语以及 Manx 是啥物？曼岛语。曼岛出世，有即种猫叫曼岛猫。曼岛县顶有即种猫吼，你找看觅吼。属于 Celtic 语系内底诶 Q Celtic 语言吼，嘿，这样写 Q Celtic，这就是一寡分类诶时阵诶一寡编号码啊，那像编号码编字码安尼共尔吼，好，免毋是遮重要。过来，1172年。1172年迄偌久以前诶，迄差不多是咱遮诶啥物宋朝吼。Anglo-Norman 诺曼吼入侵爱尔兰，迄当阵爱尔兰也是诚兴旺诶语言哦。根据Archivist，毋知吼，这看觅，你就知影即恐怖物件哦。即种频率，你哪有可能会晓英语就有法度讲会出来的？若像讲，你若是拄着吼，迄台语字吼，外国人讲，这为虾物会安尼啊？你着甲伊讲，你看着迄个爱尔兰人诶迄个名诶时阵，看着因诶迄个字诶时阵，伫英文内面出现，就即种感觉。共款吼，用这个譬如就好，因着诚紧诶当。第一讲了解。爱尔兰话大约伫1600年左右，就不再是爱尔兰各在该站的人一般沟通的语言。沟通共款的吼，沟通的语言吼。换一句话讲，到17世纪，英语已经渐成做主控的语言。我拄则讲着吼，200-300年前就开始，慢慢咱毋是啊，咱较近吼。好，过来，1851年，全岛大约650万人口，其中敢若有32万人讲爱尔兰话哦，600万30万讲尔，吼，这是1851年哦。即个时阵，爱尔兰话已经是毋是岛上诶主要语言啊。来
1893年，决心要复兴爱尔兰语的组织 Gaelic League 盖尔联盟啊，盖尔联盟成立啊。佮经过28冬，1921年，爱尔兰成做自由邦，自由邦就是独立嘛吼，就独立的一种形式。1926年，爱尔兰自由邦。差不多有300万人，其中讲爱尔兰话的人较加50万个尔吼，300万50万个会讲的吼，1/6的人口尔。佮过27冬，到拄则28冬，过27冬哦，佮一代，迄就是一代一代哦。1948年，爱尔兰正式宣布独立嘛吼，迄是1948年，你看卖啊，迄个时阵二战，第二届世界大战差不多拍完，要拍完咯，差不多要拍，已经拍完了，咱遮个咧，个咧煞尾。好，爱尔兰正式宣布独立，脱离英国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。好，过来，1981年。爱尔兰共和国人口有320万，其中100万人讲爱尔兰话。变济，迄应该是有复兴吼。较无到1/3的人口，现主市的人口是390万，遮济少。你看台湾的资源偌济，最近的普查显示人口的2/3讲爱尔兰话，这应该真济啦，这应该算较人啦，无掠较人啦，无掠较少啦，无掠较暗啦，无掠较暗讲，你会晓讲哦，你个爱考试过才会晓讲，无啦无掠较暗，应该是差不多像咱安尼就会晓讲啊。我毋知影原因啦吼。为顶面的历史数据咱会当看出，爱尔兰语的运动若甲一个已经接近死亡的语言救活。啥物时阵要死亡？600万、30万，迄是啥物？1/20就恐怖。但是即马是啥物？1/3会晓讲啊吼。若甲一个已经接近死亡的语言救活，而且，互愈来愈侪人会晓讲，互愈侪人会晓讲哦，毋是自细汉就第一语言啦，迄爱保庇啦，出来爱有保庇，爱有环境啦，爱有环境嘛爱出诚济力，互迄个囡仔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伊知影你啥物物件拢会当完全用即个物件思考的时阵，你教囡仔才有法度甲你共款安尼做。你爱知影，你会安尼才会安尼咯吼。若无以前毋是拢咧讲吼，有迄叫大教养的囡仔，有啥物语言的发展的真慢啊，真啥物饭桶啦，真顿，有毋晓讲。为什物呢？因为可能伊的华语无好，是因为无人甲伊讲，无就是讲别项。即马一个语言刺激较济啦吼，即马有手机啊，有电视。路的拢会当看到诚济广告，语言刺激诚济。但是以前，这是以前掠迄个标准无共款啦。以前可能做数据的时阵，嘛无去调查讲伊是毋是捌诚济动物啊，捌诚济虫啊，捌会晓种田啊，袂晓讲话无差啦。哎啊，无啥汉慢讲话无差，以前无咧安尼想，才会讲迄个语言发展是迟钝，较慢，较含慢嘛袂晓紧，
但是会晓讲是一回事吼。我讲台语真较慢咯，比我讲华语还慢真济吼。毋过吼，我要比起来，我也是会当伫咧一边你讲华语的时阵，我一边讲台语甲翻译互我厝内人有知影讲因咧讲啥物，嘛有我倒变过来，我嘛做过种代。啊，我一时啊讲伤济啊吼，来你来再讲啊一大堆啊，是甲即讲完啦吼，所以讲吼，拄仔讲诶，伫咧台语无练转嘛袂要紧，但是你会晓讲，迄是一回事吼。若是会当甲一个语言救活，迄是啥物意思呢？就是讲，遮个人是会当用即个语言来做一寡基本诶表达。会当表达啥？我拄则讲诶，就是迄个华语甲台语之间，伫咧迄个人咧讲华语诶时阵，我会当翻译台语互阮厝内人知，但是阮厝内人，但是毋敢讲，因爱知影讲爱丽兰迄个300多万人，伊是啥物盖尔语啊、盖尔联盟啊，遐个物件就免讲。但是做一寡学术诶迄个记载爱写，学术诶迄个研究爱知。爱去查，爱有法度甲迄个语言表达较精准、较准诶，掠较准，爱写做有诶代志。迄个时阵，迄个语言就是另外一回事。迄个语言就是我即摆要做诶，要讲诶，即个母语诶另外一部分，就是台语爱在地化，迄就是爱华语爱互相拼做伙，互相换。迄个代志，所以讲咯，爱尔兰的语言运动，迄是啥物物件咧？迄是另外一回事，就是咱爱看讲，因甲英语，迄个语言纯正活动有运动伫内面是啥物倒一回事？迄个我另外去查资料，但是伊假是咧讲着，迄个家一个已经接近死亡，你感觉台语有要死去，要无有去无？我是毋敢讲哦，是就算讲我教过吼，但是呢，互愈来愈侪人会晓讲的即项代志，咱是真正无遐惨，所以讲免阁先去想啊遐，但是啊至少有法度甲你的无逐个拢爱讲一个农民历啦，农民历内面每一个字词，拢是会当用台语读出来，迄是即摆的强庙。内面基本的素养，咱有法度甲这坚持落去无？这就是母语教育上基本的代志。好，过来，吼，上尾一段。北爱尔兰的人口大约168万人，168万。讲爱尔兰话的人有13.8%，其中44岁以下的有78%。45岁以上诶，敢若21%，较少吼。会晓讲，搁会晓写诶人59.9%，就是60%左右吼。可见爱尔兰语诶服务有相当诶成就。吼，迄是因是对一个偌济600万、30万，1/20，安尼达到救到1/20是啥？咱无遐惨过吼，客语甲台语有无？咱爱想看觅哦。到迄个时阵，咱有偌济物件，有即类偌济物件会当走甲伊搁拖转去原来诶形，敢有法度？咱爱先想到遮，因为咱有种特殊诶历史背景，无法互别位替代诶。好啊，我想讲到遮就好，佮甲几只迄段接起来。好，即个是第一节，我讲伤济啊，因为嘛诚久无讲台语啊啦，无讲遮尔啊长诶台语啊吼，试看觅啊，后摆佫继续讲第二节，真正诶先约习一下。好，就像安尼，佫扫落来咯。希望大家若是有即方面诶一寡兴趣，嘛会当做伙来讨论。好，就先安尼。
啊，希望在拜三开始的咧台语课会当学着诚好的正理罗马尼的拼理法。嘛无我就袂晓写迄个两顺，诚济所在我袂慢。好，就像安尼，好。